紐約嘅最低工資即將再次上漲。2026年新年伊始，一系列重要嘅法律法規將陸續生效，其中包括紐約市 Westchester 縣同長島嘅最低工資增加到每小時17蚊。此次調整比2025年嘅最低工資提高咗50分，成為全州最高。其他地區將會升到每小時16蚊。呢個意味住紐約州南部地區大約增加3%，喺其他地區則增加3.2%。對於全職工作嘅最低薪資員工嚟講，呢個意味住每週收入增加大約20蚊。喺北部地區，員工嘅每星期收入將會達到640蚊，年收入大約33000蚊。勞動部話，從2027年起，最低工資將會根據東北地區城市工薪階層同文職人員消費者價格指數嘅3年波動平均值進行調整。過去10年，紐約州嘅最低工資大幅上升。10年前，最低工資為每小時7.25蚊。最新調整實施之後，紐約州北部嘅最低薪資將上漲超過120%。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